捌一年时间超过，日头也伫身边，完全是少年时幻灭味酸甲味甜。大江的呜，爱写落呜，做伙来呜，音乐才呜。大狗的呜，鹦鹉唱呜，换你来呜，做伙跳舞。伊是日是双水，我两千八点。我熟悉，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做伙来，各地各种也是错，搞看让人知。一定食海产，我也想摇滚。我感觉这15年内底，这个过程就是有去足侪大大小小，就是音乐节吧，还是嘿啊，无同款的舞台嘛，啊，无人的有人的嘛有唱嘛。大家开始做老爸，迄2档拢足感性的，你想到足侪代志拢就想要哭的，因为你会想讲，伊足古锥。我敢有真正有法度陪到上路尾，人生上路尾阶段，无一个人敢保证。我爱你，我的宝贝，无论你想要飞去佗，我会永远。谈一嘴诗，听一段音乐，咱的语言有意，咱的歌有澎湃，台语歌有绵软过你的汗水。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欢迎收看海味61号。大家好，我是苏艾克，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塞。我感觉吼，生活甲料理同款，拢有咸酸苦涩。有人用歌声出迄种心肝底的勇气，嘛有人用音乐呢，互你听到的微微啊笑。今日呢，就来问大家看卖哦，日子若过较真有准，你拢是安怎？互家己感觉较乐痛的、较乐观的？行，做问一下，你感觉你平常是一个较正面的人，是毋是？我本人啊，我是较乐观啦。你感觉咧？我感觉你是一个足轻盈的人，大家心情拢较好诶。啊，你平常时若心情无好咧，做啥物代志较侪哈？拢真好啊。啉酒、听歌，安尼。啉饮料啦，啉饮料啊，啉饮料。啊，我会家己吼，一个人去外口行行。啊，就看到啥物介意都买安尼。啊，若心情好的时阵，拢咧创啥？嘛是咧啉饮料。嘛是咧啉饮料。我们不要讲，反正都尽在不言中。那一句话你会安怎甲安慰？建议啉饮料。啉饮料 bro。我感觉无设限嘞，袂看心情嘞。看心情。有时候大声嘛真好啊。人吼。欢欢喜喜嘛过一天啦，啊你遐悠悠笑嘛一天，啊不如哦快快乐乐过一天安尼啊，安尼较日子较好过。那会真赞啊！唔高兴嘛是一天，啊无欢喜嘛是一天啊。哎，我曹抓好问伊嘛是安尼讲呢，我感觉那台龙就正面。对啊。若是讲到乐观的力量，皮亚五百的歌声呢，就亲像温暖的风吹过来。热情的安慰你甲我的心，伊用台语呢唱出生活中的自信，甲希望藏伫个每一句旋律内面。今仔日的第一条歌呢，我感觉就是标准 P.I. 的态度。看你过到安尼，我就放心啊。散散的风，靠水水的打，幸福一世人也未开始就准拄煞。今仔若是我会见啥搁去拢拼，囥你成少行。看你过甲安尼，我着放心啦。
山的风，靠水水的搭，幸福一世人也未开始就准拄煞。今仔若是我会见啥个去拢拼，藏你成少行。看你过甲安尼，我着放心啦。就连恁兜的鸟仔，拢比你搁较爱我。看你过甲安尼，我着放心啦。这不是别人甲咱来拆散，是你的气笑，拄找着要煞。咱的爱情哪会是看你过甲安尼，我着放心啦。就连恁兜的鸟仔，拢比你搁较爱我。看你过甲安尼，我着放心啦。这不是别人甲咱来拆散，是你的气笑，拄找着要煞。咱的爱情哪会是一款戏花？欢迎พี่啊五妹啊来到咱海味61号的舞台安尼啊，先甲观众朋友啊，三字一个。差不多头一条歌，看你过到安尼，我就放心嘛。这听起来是一个足欢喜的旋律，啊，毋过内底是毋是有唱什么款的故事哈？你有听出来哦？我毋知影是关心还是咧考试呢？对，这条歌就是伫我的最近的这个专辑，台语的专辑叫做《离婚初体验》这张内底。离婚初体验，歹势哦。迄个离婚的是你本人吗？我本人无对。恭喜哦，恭喜哦！多谢欢喜的好代志啦。我自由咯。离婚，佫趁到一张新的专辑安尼。对啊，对啊，嘿啊，因为阮这代的人其实有真侪人拢是离婚嘛，啊，佫无生囝，啊，就想讲写这条歌嘛是讲家己的心情嘛好，嘛是讲大家的心情，就是若是分开了后。看对方即马过了安怎，过了好，咱嘛是祝福；啊，过了无好，咱嘛是笑笑的安尼。哦，啊，偷偷问一下，安尼即马对方过甲刚好？我唔知呢，无咧关心啦。无咧关心，无咧来往啊啦。对，刷刷去啊。我无用啦。我最介意你歌词内底有写到一句讲，就连你的鸟啊，都比你搁较爱我。对。那是着安尼写，这句足古锥的。因为即马足侪人，像阮即代就是无生囝嘛，所以拢饲足侪猫啊，是狗啊，做家己的囡仔。所以我迄个时阵想讲，若是写即个歌词，敢若会当较比较出迄个感觉，就是连你的猫啊，拢比你较爱我呢。你一定对我无情无义啊。对啊，猫啊佫较好咧。猫啊比你搁较有心啊。对。我感觉你的歌啊，听起来都是讲袂虚华啦，就是免伤侪包装啊。我是一个指甲的人嘛，所以讲就是拿指甲话来讲，就是免伤侪咸正啦，上完美的安尼。完美就会使啊。你敢会感觉你是一个完美的歌手，敢会当安尼讲的？会使啊，我感觉我就是要安怎讲，完美无毋对啦，都无掺伤侪物件伫内底，上自然。原本就足好食啦。哎呦，你的歌都是足坦白的啊，足直接的。对。啊，听讲你的朋友有一句话来形容你，你敢还会记的？伊讲迄句话足长的。足长的，不要紧，阮遮有准备哦。哦。因朋友是讲，就算城市内面有满满的挑战，啊，毋过呢，你会当伫偏爱囡仔内面，找到属于你心内迄条歌呢。哦。讲我遮水的呢。朋友足够讲呢。嘿啊，你有趁钱互伊是毋是？伊哪安尼写哈？我感觉就是对我来讲，这就是我的目标啦，就是想讲想要写一条歌，会当写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心肝底是毋是？心肝底、心肝上深的所在的迄条歌。要透过啊！对，哎，安尼穿过。我感觉你的歌都是安尼啊，就是虽然讲你做的音乐足少年的，啊，毋过就迄种
哪像听到安尼厝边隔壁咧开讲啊，今日恁囝考大学考到安怎啊，按顿食啥迄种诶。因为我较三八啦。你哪有三八啊？你咧假讲诶。唱一条幽闷的歌，是心事啥人知，也是酒后的心声。为怎样我的生活，亲像黑暗的台北市，一直读车，转去的路要安怎行？那我的人受困伫家人路一段，那我的梦受困伫家人路一段，应该等你，也是要离开这，我不知影，选倒一项拢是运命的折磨。我的青春伫这讲的家人路一段，哭到无声伫吵闹的家人路一段，应该放弃，也是坚持，予你听着阮的声，唱着你心内彼条阮的爱歌。家人路一段，家人路一段，选一条新闻的歌，是不如莫熟悉，也是爱着才知听。为怎样我的心情，深夜台北的雨袂停，看无人影，小无的路要安怎行？那我的人受困伫家人路一段，那我的梦受困伫家人路一段，应该等你，也是要离开这，我不知影，选倒一项拢是运命的折磨。我的青春伫这讲的家人路一段，哭到无声伫吵闹的家人路一段，应该放弃，也是坚持，予你听着阮的声，唱着你心内彼条阮的爱歌。唱一条阮写的歌，不是茫茫到清气，也不是落雨声。搁安怎？时间继续咧行，有一天你会想起我的歌。家人路一段，家
拄则你表演的这第二条歌叫做《家人路二段》，我感觉听起来有淡薄仔迄种 blue 啊，还是 jazz 安尼。啊，阮今日特别找伫遮互你来表演，伫这家人路的地下道，你敢有介意？有啊，我感觉最用心的。最用心的，感谢多谢个大家啦，好不好？真的啊，这条歌是咧写啥哈？听起来有淡薄仔艰苦嘛，有欢喜，甲你的歌同款安尼是咧讲啥？确实是咧讲一个心情较复杂的歌啦，嘿，因为我家己做音乐做15年的时间，啊，15年嘛无算足短嘛是淡薄啊，仔。你就早就出来唱安尼。嘿啊，啊，毋过就是家己做尔啦，就是无含公司签约啊是啥，家己做其实嘛有足艰苦的时阵，啊嘛是有足快乐的时阵，因为较自由嘛，所以这15年来要继续做这个代志。家己介意的代志，我感觉嘛是心情足复杂，就是你要继续做，就会足艰苦，啊，毋过嘛会足快乐，啊是要继续做，还是要做别的代志？就若像是伫梦想甲现实的中，嘛是定定会怀疑你家己。啊，这条歌是咧写这哦。对啊，你毋是我讲是咧写踏车？是咧写踏车有遮深的意思伫内面。其实拄仔开始是因为我赛车的时阵，我拢会行家人路二段，你知影伫倒吗？就是倒一位。高架桥要去新北市、台北市、连新北市迄条。迄条路真正有够侪车的。嘿啊，就踏车的，所以踏车的时阵，我拢想讲，为什么我感觉我的人生有一半的时间拢伫遮咧踏车？拢给你调迄只。对，我浪费伫遮，所以我想讲，因为我是高雄人啊，啊，我搁为着要做音乐来台北拍拼，我搁开遮侪时间伫遮咧踏车，我就想讲，哦，真正有够浪费的。我感觉你真有为即个生活内底的经验，安尼轻轻的轻一条歌出来呢，敢当安尼讲的。对啊，就是为生活当中，较要安怎讲细节。细节，生活内底的细节对，去找一寡故事来写安尼。无怪大家会遮介意着。啊，皮啊，你头拄有讲嘛，一定15档啊，你嘛是有遮有经验的歌手啊。啊，你为一开始的歌唱比赛，天然的上好，啊，到今嘛即几档唱落来，你感觉你的心情啊，还是你唱歌的方法，敢有啥物无共款的转变？全部拢无共款。来，为一项一项来，第一项是无对无共。头毛无共款啊，以前是短啦吼，啊，即马老长啊，即马老长啊，啊，搁有啥？搁有衫嘛无共款啊，以前无啥物衫会当穿。你要讲一寡唱歌的代志，好无？唱歌就是进前唱歌的时阵，要安怎讲？参唱是唱互家己听较济。啊，即马就是唱互大家听较济，所以即马唱歌有较大讲。第一届听到查囡仔咧讲家己较大讲，较有杀气啦。啊，你感觉为唱互家己听，甲唱互大家听，中哪有即个转变哈？我感觉这15年内底，这个过程就是有去足侪大大小小，就是音乐节吧，嘿啊，无共款的舞台嘛，啊，无人的有人的嘛有唱啊。啊，你有唱过迄种下骹完全无人的？无人的嘛有啊。安尼一个人的嘛有啊。啊，你要怎唱？啊，就唱啊，啊，就是工课嘛，你就爱做啊。你袂感觉哪唱是咧搬歌戏咧唱互新民听是啥？下骹拢无人。啦，无啥物人。啊，毋过迄个时阵，你就想讲啊，我即马就是当做我咧练习，我家己咧练习安尼，所以嘛，莫想伤济啦，嘿啊。嘛是爱感谢啊，我毋知影啦，是不是？有舞台当唱，就是一件足满足的代志啊。哦，对你唱歌的人真正是。对，真正莫想伤济，会当唱就好啊，会当继续唱就足好啊。哇，歌手的梦想其实讲足简单的吼。好啊嘛，差不多来到咱今日上尾一条歌，代替鸡卵甲你说。对。这嘛是你另外一个转换心情的方法，还是安怎？是要说啥？其实说这个词是我自细汉就是我妈妈是老师，定定甲你说咯，嘿，定定甲我说啦。若是我无考100分，伊就甲我说。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想讲啊，就是即马大汉了后啦，啊，就是比如讲即马的生活，就是和朋友做伙分组嘛。啊，分组的时阵，就是你知影，比如讲，大做伙一定足痛苦的啦。冰箱嘛，就会斗阵用啊，啊，
斗阵用的时阵，你物件放伫内底有互别人食着，还是啥，你嘛毋知影。啊，有一天我就发现讲，我的鸡卵无去，就是互朋友食去啊。啊，伊要甲我讲，对。啊，你知影，因嘛人其实，做工课的时间拢足晚的，所以你转去厝内底，你转去的时阵，你就想讲啊。即摆嘿啊，想要来蒸一卵嘛好啊，还是讲食一碗泡面吼？哦，泡面若无鸡卵。对啊，你无怪才是，我知影你哪会才生气啊？足生气啊！我头当想讲一粒鸡卵，敢有需要气甲安尼？对啊，佮足晚，连一粒鸡卵拢无安尼，拢无剩，所以我就写即个歌甲伊骂。甲考试一个，我即嘛发现到啊，你就是若像曹操讲的，你若拄到歹面啊。你就换一个，甲消费一个，变做一条歌安尼。虽然讲是轻快的歌，毋过内底嘛是有淡薄仔的无奈啦。啊，你刷来零15档啊嘛，到即摆零15档啊，啊你刷来敢有啥物新的计划啊，还是啥物新的物件，会当互听众朋友期待一下？哦，刷落来嘛是想要继续做音乐嘛。继续写歌，对啊，继续写歌，做真侪表演互大家看，所以若是有机会，希望大家会当来看我的现场。你现场唱甲遮有力的，而且迄气氛嘛是足轻松的安尼。我即摆足大讲啊，大家当来听啊，大家当现场来享受一下。感谢皮啊五倍雅来到咱海味来在哦，今日真係足欢喜的，感谢呢，感谢。啊，上尾咱来做回欣赏这条代替鸡卵咖喱笋。到厝前夜11点半，客厅的本事有偌久无拼，囡仔又搁无愈涂骹，我嘛无开力才搁拼。哈，平常的美女拢啉了，走骹的碗豆要留予谁洗？物件拼的人是走去地，予我起心落命，想袂起洗身躯来消火气，煞连沐浴露。拢无剩啊，头鬃也袂干，看你倒伫遐，一口垃圾面仔困真爽，是甲我当作啥？垃圾面仔爱去3块钱啊，甲你顺，甲你顺，垃圾面仔爱去3块钱啊，甲你顺，甲你顺，甲你顺，好清楚，碗拢无洗，比如是袂晓买。我先来困，早起7点半起床，找无衫通穿。我头看到一座山，上内底迄领敢是阮的衫？想要去吃早顿来消火气，煞连鸡卵一粒拢无剩。头鬃也袂干，你搁倒伫遐？是甲我当作啥？垃圾面仔爱去3块钱啊，甲你顺，甲你顺。垃圾面仔爱去3块钱啊，甲你顺，甲你顺，甲你顺，好清楚，我拢无洗，比如是袂晓买呢。垃圾面仔爱去3块钱啊，甲你顺，甲你顺。你敢知影一粒卵是偌济钱？摕来煮泡面是毋免讲你啊，我绝对要和你分开，这种无两通食的有准，予我代替鸡卵甲你顺。3块钱啊，甲你顺，甲你顺。歹面啊，爱摕3块钱啊，甲你顺，甲你顺，甲你顺，好清楚，无风无体，互你食饲料，搁嫌倒济。歹面啊，我要代替鸡卵，甲你顺，甲你顺。
啊，还有一位先辈哦，伊的歌声拢有迄种笑嗨嗨的自在，甲台语唱甲足快乐的，哪像朋友的歌咧安尼，不管日子过到够艰苦，伊的歌声拢会提醒咱爱继续向前行。伊就是邵大伦大练的，马上来听这条出一支嘴。咱来做伙欢迎邵大伦大练的来到咱海味61号，先甲观众朋友拍一个招呼一下。
你找第一条歌叫做出一支嘴，对，我觉听起来就是真趣味。啊，是咧讲你平常时是歌手嘛，是主持人拢出一支嘴，是不是哈？因为吼，这个出一支嘴，主本是一个较无好的意思。咱较早拢咧，包括连拍广告，你拢知影讲啊。查甫人哦，40岁之阵，敢若一支嘴对无吼？无才调，佫嫌加死败。你这个有学到啦。对咯，啊就是安尼。啊，所以刚刚出一支嘴就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我希望讲会当家有一个正面的意义。实际上出嘴真重要，咱若讲好话嘛是要靠你的嘴，对无？讲歹话嘛是要靠嘴，对。看你的心是好心啊，歹心啦。所以这个嘴真重要啊。譬如讲，我是歌手嘛，是配音员嘛，是主持人。啊，你会三种身份呢？拢爱靠嘴呢。对不？爱忝无？你的嘴会忝无？当然爱忝啊。你个安慰一下。啊，草抓这条出一支嘴，佮讲转来讲吼，内底有一段我就介意的咧。哦，你讲。那像伫夜市内底伫遐咧画玲珑安尼，你当初哪想过要安尼写入去？因为我感觉。台语真趣味的一点，就是伫咧古早时代，咱有讲所谓即个说唱艺术，就是对较早的念歌，念歌就是哪唱搁哪念，要甲讲话，即个搬喙景，搁有即个唱歌，全部甲结合起来。像讲咱伫咧走江湖的人，较早有一个行为叫做苦花啊。苦花是什么意思？我即摆要推销这个药品进前，甲人画过来、call过来安尼。伫夜车内面就开始哦，来，吼，人讲坐船看你，坐回去看你，坐游咱车看景，买物件咱遮景吼。今日无论是什么物件哦，你凊彩都有办法安尼唱出来。就开始来讲啊！啊，对我来讲就是我要做一个自我介绍，用这种方式我感觉上紧上台湾味。当然，你嘛一定做艺人啊，做歌手算有一段时间啦。啊，你当初你敢会记得你是什么时阵开始用台语来写歌，还是讲创作？其实我开始咧写台语歌的时阵吼，颠倒是我拢未入去台语电台。我少年的时阵，做愈早，用家己血液当中对台语的认知来去写落来。是几岁的时阵开始？差不多20通岁，20通岁在大学的时阵，大学的时阵来写的。那是我头一届感觉讲，我写台语竟然比写华语搁较紧呢。你当阵还未开始学台语，你哪知影要怎写这个台语水押文？唔知，这就是可能，唔是。所以我讲吼，要学一个语言进前咧，你听的能力非常的重要。虽然讲我自细汉并无真侪机会会当利用我的嘴去讲我的母语，但是阮爸爸妈妈咧讲台语的过程，还有阮阿妈咧甲我讲台语的过程当中，这无形之间已经变做是一个知识伫咧我的血液当中啦。然后咧，你要用的时阵，就自然就写落来。自然就生出来啊！所以吼，甲厝内面你若是想要你的囡仔大汉了，讲啥物话，你就自细汉就开始训练啊，直互伊听，以后咧学这个语言的速度会足紧的。嘿，上尾迄条歌，哪像你嘛有讲到，你对恁囝即马讲台语，咱等者再来给你访问。好，即马呢，就来欣赏你要表演这条变心。哦，很信。
认真讲出一句话，咱是全国来这句说。查抓这条横线，内面你有唱日语，嘛有唱台语。不过我感觉你台语的迄腔口听起来，敢若日语。那可是哎呀，哪像咧唱日语咧？为什么？因为台语有真侪音吼，其实甲日语拢有重塔的所在。我迄个时阵就是希望会当找到咱台语甲这个世界上各种无共款的语言啦，会当找出一个共同之处。比如讲，我有一句。迄个伫咧歌词内面，我会写讲，咱要拯救世界吼，先为涂骹开始录，对吧？这是林某甲你讲的，是不是？无，我这首歌主本就是要写我甲我两个囡仔咧厝内面摒扫的情形。这是咧讲这？这是咧讲摒扫。我可是你是要救这个世界的故事。路涂骹，这3个字我就讲涂骹路，先对涂骹路。涂骹路就涂骹路啊！我唱出一句无。我想起来，不过你伫 MV 内面有2个囡仔，哎呀，你要摒扫啊，摕物件给你斗摒扫安尼。这首歌其实这个原因哦。这首歌的过程是甲你讲，你想要拯救世界，你想要我了解啊。像我细汉时我看漫画嘛，我就足介意迄个北斗神拳，我定下拢幻想讲家己要去学迄个北斗神拳啊，拍迄个坏人啊，毋过后来愈来愈大汉了，就发觉讲，你想要拯救世界进前，是甲厝内面的环境甲弄好势，整理好势。你连你家己的生活拢无法度，无救啊，无救啊！你想要去救别人，根本就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本身有咧唱歌，嘛有咧主持，你曹操讲你嘛有咧配音，你感觉这3个无共款的身份啊，你要安怎去讲？安怎讲？听做转换，还是讲你的声线该安怎去变？因为对我来讲，声声音这个物件，主本就是我的兴趣。我自细汉的时阵就假鬼假怪，我就最爱去模仿别人的声音。所以有人讲我是九官鸟转世。我有感受到这我个代志。所有伫咧学校内面每一个老师啦、工作人员啦、迄个剧组的工作人员啦、摄影师大哥啦，只要到我斗阵超过一礼拜，我就会晓学伊啊。对我来讲，我细汉的时阵，因为阮妈妈有互我去参与到学校的合唱团，所以我有经过4年的这个声乐的训练。你是自细就开始训练啊？我细汉的时阵是唱迄个叫做就是古典的艺术歌曲，是看五线谱的。
哎啊，所以我就啦啦，哎呀，大人嘛是。啊，你要唱这意大利的歌，啊，所以我对声音的控制，可能细汉的时阵就有一个爹地，有一个不是妈咪哦，是爹地哦，有一个基础我知这个我有听。有一个基础伫的，啊，你自然呢，你就知影讲迄个春秋要安怎用啊，尤其假鬼假怪就要定去试。试完了后咧，大汉哦，想袂到竟然会当用在我伫咧电台主持或者配音，因为咱电台内面主持人拢爱配迄个广告，哦，所以若是今日是建案，哦，空中花园游泳池，有没有？哎呦，迄人就是你哦，每平38万5，不可能。迄个就是建筑广告，还有一个权威感，哦，还有宽慰迄个。那给你扣一个哦。或者讲金钟奖最佳综合节目主持人奖，得奖的是这嘛是你去下面是不是？索隆。头毛泥做，大家拢笑干，我是去泥头毛。是索隆啦，嘿啦，是索爱克啦，嘿啊。今日上尾这条歌就叫做扑克声吹咧，啊，这条歌甲头前迄两条较老咧、较凄惨无啥共，感觉较温柔、较温顺一寡。啊，是要写互啥？是对象唱的？阮后生啊，其实我有送互阮囝一首歌，啊，送互阮查某囝一首歌，2首歌功能无啥相像。功能无啥相像。对，我会看个性写歌。因为阮后生应该是安尼啦。伊一出世了后，第一句听有的台语就是扑啊声吹落。我甲讲扑啊声吹落，你是每一工都在甲鼓励，是毋是？毋是，奈学这条，奈学这句。爸爸伫咧电视上，迄当阵拢是咧主持一寡综艺节目，哦啊，或者讲咧定拢对我去外口走场唱歌，啊，就看到爸爸咧台顶啊，大家拢讲扑啊声吹落，啊，伊迄个时阵佫出细汉的啊，才一岁外尔，就坐伫咧伊婴儿车就开始，对着别人，啊，伊就自然即句话伊就会晓，因为大家拢在听，对，大家拢在听爸爸讲，这嘛是伊甲我鼓励，其实是我嘛要甲伊鼓励。当开始做老爸，迄2当拢足感性的，你想到足侪代志拢你想要哭的，因为你会想讲。伊足古锥，我敢有真正有法度陪到上路尾，人生上路尾阶段，无一个人敢保证。但是你看到伊佫遮细汉，你要甲伊祝福，对无？就是我想要讲一寡啥物，就是讲无论讲你即马是几岁，遇到困难还是爸爸，无论讲伫咧倒位，我永远拢会替你加油，吼，甲你祝福，甚至我做神，我拢甲你保庇，就是安尼啊，这就是一个。为人父母所永远的这个，会当保证家己一定做会到的这种，就要安怎讲，这种保证啦。啊，我即摆足毋甘呢，足可惜的。来到咱今日节目的尾声，无声啦吼，无声，尾声，啊毋是尾，去互你影响到啦。今日真正是有够影响的，当甲大人的遮咧开讲，啊嘛期待当继续听到你，曹总讲幼稚，啊个足热血的，足属于你的歌曲安尼，是啦，安尼上尾就来做伙欣赏这条，我感觉足温柔，送互大人因囝的扑啊声吹落。感谢大家，谢谢。这呢短，无法度讲甲遐详细。忽然间，我的世界加你一个，记忆不是停伫咧，你才拄来咱这个家，爱你困，甲你爬，爱你四界西。从来毋捌想过，家己的改变这呢多，所有的骄傲嘛，拢是因为我是恁老爸。
我爱你，我的宝贝，无论有人搁欠我多，我有去买，予爸爸的册，六工下班拢看几暝。我爱你，我的宝贝，我爱你的所有一切。你若是小可有体会，捧着一个，甲抱啊声吹落。歌传香花，啰里啰嗦嘛讲真多。其实我心内也有一牛车的问题。梦中一直有一个比我缘投的少年家，足爱笑，足好礼，嘛足够读册。从来不捌想过，家己的得着这呢多，所有的快乐嘛拢是因为你是阮后生。我爱你，我的宝贝，无论你想要飞去佗，我会永远来为你鼓励，做你上温暖的基地。社会讲捌底，甲抱啊声碎落。我爱你，我的宝贝，无论你想要飞去佗。我会永远来为你鼓励，做你上温暖的基地。我爱你，我的宝贝，我爱你的所有一切。无论你今嘛是几岁，干捌底，甲抱啊声碎落。我这呢短，无法度讲甲遐详细。忽然间，我的世界加你一个，记得不是停伫咧，你才拄来咱这个家，我永远会为你。甲抱啊声吹落。干巴的。屁啊，五辈啊，还佫有大人呢。两位啊，因拢已经甲咱讲，生活无一定是完美的，啊，毋过一定会有希望。屁啊呢，伊用较笑开啊，又佫甜美的声音，互你希望。大人呢，我才介意迄种淡薄幼稚，啊，毋过佫真正面的歌词，互你力头。第一关呢，就像一路料理，伫无共款的时间出现，啊，毋过品过了后呢，拢会互你满满的元气。这就是台语今仔的乐观正面的影响。我是帅克，海味61号，再会，拜拜。